好多人睇完 Adolescent 之後咧，都會有個疑惑㗎。其實 Jamie 嘅父母算做得唔錯㗎咯喎，又唔煙又唔酒，亦都唔係話咧唔理自己嘅細路。就算面對咁大件事咧，成個家庭咧都係比較冷靜沉穩去處理嘅，有理有據有節。但係即使係咁咧，仍然都會誕生 Jamie 呢一個咁嘅悲劇㗎。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其實父母仲可以點樣去管教仔女咧？而當真係仔女發生問題嘅時候咧，其實父母嘅責任，父母需要對自己嘅要求又要去到幾高咧？喂，其實呢個世界上係咪真係有完美冇錯誤嘅父母㗎？好多爸爸媽媽咧睇完套戲都會問：Jamie 嘅爸爸媽媽都做得好好㗎咯喎，但係 Jamie 都係咁，咁我仲可以做啲乜嘢嘢咧？咁我諗第一樣嘢咧，我哋要明白呢一套始終都係戲嚟嘅啫。精神健康咧喺現實生活裏面唔係一樣，我哋做多或者做漏一樣嘢，佢就會爆炸嘅，唔係咁樣嘅。精神健康係有好多唔同、好複雜、先天同後天嘅好多唔同嘅因素夾埋一齊形成嘅，可能係包括成長經驗啦，佢嘅自己嘅性情啦，同埋後天嘅各樣嘅環境啊因素影響嘅。咁所以爸爸媽媽咧唔需要太過恐慌去諗，我係咪做多咗或者做漏咗啲乜嘢嘢咧？反而記住兩大原則就可以啦。第一樣，我有冇回應到青少年仔女喺呢個階段嘅獨特成長需要咧？第二樣嘢就係唔單止我有冇明白，有冇回應到佢需要，而係當佢需要我嗰陣，我係咪就喺身邊咧？呢樣嘢係非常之重要嘅喎，因為講緊安全感嘅理論嚟講，我哋唔單止要知道點樣去回應，點樣去 respond，我哋仲需要 being available，與佢哋同在，呢一樣嘢先至可以圓滿地令到青少年仔女佢感覺到安全感，從而佢哋可以有能力去面對每一日嘅挑戰嘅。如果想知道更多內容嘅話咧，就要參加心傳所舉辦嘅點同仔女傾 Adolescent 嘅線上座談啦。